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劳保条例，甲劳保半保入法。这中央政府爱担责任，每3年都要来定期检讨财务状况。劳工保险条例第29条、第66条及第69条条文修正通过。劳工保险条例30日立法院会三读通过，将政府半保佮最后支付的责任写入去法律内底。也就是讲，若拄到迄年的保费收入无够通支应保险给付支出的时阵，政府应该要有适当的经费来半保，明定劳保财务由中央来担最后支付的责任，而且加入至少3年爱定期检讨保险财务的机制。调影的立委拢将有共识。再一次感谢各党的同仁，不分朝野共同支持。促成劳保条例3读通过，在这跨年让全国的劳工得到一份的礼物。我们建立每3年全面检讨财务的机制，这代表政府不会逃避问题，而是要用制度化的方式，滚动式的确保劳保财务的稳健与透明。劳保基金的财务负担愈来愈重，国民党立委廖伟雄也提醒讲，将最后支付的责任明文立法，只是予劳工一张上低限度的保单。并不代表劳保财务的危机已经解除。如果政府只会每年拨补预算，却不愿面对劳保结构性的缺口，不愿启动实质的制度改革，那么再多的法律文字，也最终会将国库的负担过重，而沦为徒劳无功的空白支票。虽然政府对民国109年开始就已经在拨补劳保基金，不过过去干那政策方面的做法，也无法律的保障。也一间受法正式甲政府的责任写入去法律内底，不过劳保财务的压力原在，所落来敢会推动较全面的改革，有关受到各界关注。公视新闻组黄志正建工综合报道。